受天流性方面的影响，昨下晡气象署是针对台东发布大水洪特报。太麻里大王村附近出现土石流，公所决定有风险提示当地人，赶紧伫半暝啊，甲人刷去较安全的所在过暝。加在伫早暗半暝啊，雨已经有较停。乡下土石流抓雨水袭来，因半条点啊架路。昨下晡气象署针对台东县发布大水洪特报，互太麻里大王村附近居民是真紧张。烦恼山潭土石散去，引起更较大规模的山崩或者是土石流灾情。下午的时候有一阵那个雷阵雨，然后比较及时，然后让那个之前还没有清淤的土石就顺着那个马路滑下来。公所甲消防人员全力戒备附近山区的溪道惊雨愈落愈大，决定先紧急撤离村民到安全的所在过暝。乡公所已经联系上，就是准备要撤离了啦。如果再继续的话，现在不撤离，等到3更半夜会来不及。当地雨势伫一暝了后达到转好，不过因为受地流方面影响，今日台中以南甲华东地区偏雨，有望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锋面主要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所以今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地区比较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而至于北台湾北部跟宜兰地区，雷雨的几率相对的少一些，不过也是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所以今天天气还是持续比较不稳定。全台天气无稳定，明仔方面预报到南的过程，宜花地区伫中昼过后雨势会明显。拜五甲拜六方面豆豆离开，暗过水汽又原真济。南部东半部继续落雨。气象专家提醒，地流方面所速度较慢，影响较久，也要注意强阵风。特别是西半部地区，它不只有短暂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甚至于随着锋面的移入，还会有强劲的阵风。以前伫4月5月就有风台形成太平洋，今年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无看到。气象署表示，甲以前同期比起来，风台形成数明显比同期气候带较低，不过天气变化真紧。下礼拜伫南海附近有低压系统发展的信号，未来发展情形是不是加速风台，我爱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